同款嘛是咱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来关心台湾的车路常常车补遐乌，袂输大油锅。中华丰原道民众发觉讲车路拄补好2天，因为路边太阳能发电设备的问题，搁再乌一届，袂输是无代志找代志做，掠到遐小家。道民众咧甩讲无采钱，嘛影响民众的安全。这补一地，遐补一地，原本应该是又搁平又搁舒适的路，煞敢若大桥搁共款，这铺一地，遐耐一地。这是中华丰原的斗源路，工人无用伫灌浆做工程，过去因为路坎坎坷坷，经过通报了后才来顶铺，只是等铺好2天又搁来乌。反映讲这路拄铺过尔，哪搁咧乌安尼啦？这等补好又搁乌，毋但影响交通，造成人安全上的疑问。民众搁讲危险又搁浪费，浪费资源啊！浪费资源哦。都是纳税人的钱啊！这东西大家不变不讲，还那个浪费我们的金钱。真浪费嘛，花乌就乌完。根据中华县政府公务处统计，重要路段的路下骹上少拢有自来水、台电、中华电信、甲雅士4条管线。毋过一般拢会召集各单位的工程人员来开会协商，尽量一个工一个时间来做工程。而且新铺的路管制3年是禁止来开挖，一般的路养护铺设完成管制时间是2年，但嘛是有例外，参像重要的管线，也是新起厝体的水电、雅士甲电信的时间。毋过要动工进前，就要先经过申请开挖的许可证才会使。我们会针对它假修过的品质来做查验。动工进前申请，工程了后嘛要通过检测。从申请一直到缴费、核发入证、施工中的稽核以及竣工勘验，我们都依照这个规定来办理。中华县政府统计，每一个月申请挖路都有100多件，但是只要无合格，公务处的人员也是会要求限期来改善。只是参像安尼，补好过来挖的现象一直发生，民众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做好管理，尽量减少安尼的情形，保障民众用路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